上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妈太假讲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又来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的节目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。今日咧，我老大家讲的是第5杯的问题哦。你哋食东西、做东西、老大还有料，都係你生活當中當重要的一部分。不過咧，第5杯老大夫卡度清楚有動態嘅無相同哦。今日咧，你有請到50個後生人去老你講佢哋第5杯世界遇到嘅事情哦。你總上來分享今日嘅後生人。首先來分享嘅係志怡。大家好，我是最幸運嘅漂泊人之一。接下來係分享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東小嘅漂泊嘅漂漂嘎嘎李家。漂漂嘎嘎。接下來係分享係冠權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沈玉琳林冠軍林冠權，謝謝大家。哦，什麼客家沈玉琳？接下來係分享係慧琪。大家好，我是知道第5杯嘅慧琪呢。最尾咧，我哋分享係小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有福唔係唔在嘅小福。哦，有福唔係在，可能都幾年頭前都5杯溜溜一走了。你後生人接上係第5杯平常時可能大夫卡度，可能唔過讀到求學時節啊，喺前頭路嘅時候，可能就會帶到5杯啦。你兩下做嚟先來看一下，你到5杯漂浮嘅時節要注意哪一條嘅事情哦。比如講咧，天初係覆水嘅高低啊，覆水高低會影響到你上喺漂亮嘅樹木嘅毛。天氣就會偏離線，比如講交通啊、食東西啊、買東西有方便冇啊。第三就會做得開火冇，因為煮東西來食可能係對外食族來講係種方便嘅事情。第四咧，有遇到好嘅屋主，然後好嘅室友冇。第5咧就會跟愛嘅屋卡度做得學寵物冇，可能大家有可能想學貓啊、狗啊，也係可能是小老鼠之類的。最尾啊就會格局啊，還有平時的態勢，還有環境嘅部分，就會大家懂重要嘅、懂重視的地方。大家有知道兩部分，有同意嗎？有同意哈。不過先講到漂浮以前哈，可能在大家咯求學時節，上課嘅時候有先帶個宿舍。先來問一下宿舍嘅問題，你大家有帶過宿舍嘅像徛書好冇？大體都有帶過宿舍哦。先來問一下志穎帶宿舍嘅經驗係樣辦哦？其實我係過上5年生嘅時節，12歲嘅時節就帶宿舍，因為你過嚟台灣去考，就青歲嘅時節就開始訓練。係，古上我係高中以前都係帶宿舍。就帶了半年。係半年，因為太後嘅時候就係帶5杯啦。跟以前你帶宿舍比其他嘅學校還較特別，係因為你他軍事化嘅管理。就像西門人們做兵咁樣嘅。係，古上你看兩下做兵就講啊很。那就做半年咯，那就做半年，係人做咧，他做半年算。宿舍地度嘅環境都係用辦哦。其實像你貴少嘅時節係，韓州嘅係43人一間，43人一間，係是上下鋪嘅。不過他採購係因為你冇人氣。冇人氣，跟熱天時節唔用熱火火嘅會定真嘅啊，真嘅。古時候有啲人可能就會用嘅痱子粉嘛，解嘅啊，嘿嘿。到後來你貴重嘅時節，見下啲人家係你45沙一件。75沙，唔係45沙，唔係45沙。你帶到一件假使有人有出歡險，你用嘅係？就係貴件買都係腳出米線。有啊，腳出險啊，出歡險啊。真嘅，係跟牙齒片係因為家下就講係軍事嘅管理嘛，古時候可能你會早點名、晚點名，係個點名嘅時間呢，一定要後腳跟對線。後腳跟對線。對，那係冇對線會本學長罵哈。冇學長嚟罵，可能唔單槍罵天，可能盤下下去了。真嘅啊，衝係同學都本學長打。我記得都係你差唔多8點50分、9點我洗拍，洗拍以後本有時間洗身哦，10點以前我洗好身。
有场是表現唔好，9點半以前我洗好身，全部人哦，啊10點就關天風甩門。嗰種大家洗身都冇關門嘅，係強下洗啦，睇下強下洗。就青菜嚕嚕啊，有清好啦，係有濕就好。係冇係冇，青菜就好。跟住係要你一天愛做豆腐，挑夫乾，挑夫乾，真係捲絲發過嚟。呢個一集挑夫哦，又鮮又乾。即係而家做餅咁樣咧。唔錯，真係跟學長帶你教你嗎？我見關鍵啊，喺見頭擺見燒嘛。你要學到軍事化管理有冇？佢上次我評論法來講，佢就爭啲學教，唔啲規矩啊。下馬威。係你第一有。太好壯就要開始嚟做等下就咩話變學姐，我記下就咪叫我。嗌有冇？嗌喺夾嘅學姐你問佢。你可能變學姐高了就變。高啦，嗌就踢嘅，嗌冇人好拉唔掂。對啊。他才高啦，叫我學長啊。我跟下電影下嘅。電影下，咁樣電影下。唔會講到洗通波就係電影下，係冇？誒，你可以小沙地位都要攞醋。攞醋。誒，你講嚟講。像我看第1擺看過攞醋，就得小沙地。不過你攞醋可能唔係你性觀賞嗰個寵物書，唔係工業書。動態仔。佢做淺醋係冇？佢淺醋。不過佢都會出現嗰種淺醋啦。真係，韓國愛看的係實體攞醋，就在粘鼠板上面都電影樣。關權聽錯咩？要讀到當到生物嘅問題係嘛？哎呦，真多呢！哦，老太家講吼，我啲上台北以前哦，我啲명홍침嘅租屋網，啊有真多誒，一個三重地區，三重嘅三和夜市底北度，然後暗巷啊，個頂樓加蓋，頂樓加蓋啊，你買幾多錢？真便宜，幾多錢？4500，哦，佢加喺面大誒。係貴大嘅，咩啊？我確定嘅要到係倉庫唔啲，竟然攞規模差千多啊！唔聰明啊，咩唔聰明啊？哦，結果咧帶到暗便宜，結果又較好喎。結果衰冇係啊，又買有蟑螂、蜘蛛，還有蜈蚣。老人做盤呢，懂好咧。然後叫他衰夢呢，係請講個蜘蛛呢，按太雜啊，講死。講你了上去懂衝啊嗬？乜雞啊？係本記得有雞皮，誒，叫他說。誒，你水母嘅時間駕駛有嘅汽車咧啦，有嘅垃圾啊，還有嘅蜈蚣種，真錯會驚死。唔過加講到都係一種驚人嘅生活經驗，有人係好的、美好的經驗，慧清來講一下好嗎？我啱時就記得大概回數都太可怕，都電影鏡嗬，電影會呢。我係從細時都做動態，喊到圖書館世界2專長去到沒有列，喊我耳到改風動時以後運動後，喊票改不美，其實自己就覺得很滿意。該東西係一張月5000塊，就是一個月5000塊。我現在20年前，喊5000元係，現在係你係應該冇咧。喊個屋差唔多有700平台，然後5000塊係700平嗬，唔係700平係700平，就是大概7、8平。喊5000元係包水包田，包天啊，包水包田。那時候冇冷氣，你是年前啊？你是年前天氣還涼爽，所以那時候冇冷氣，還沒有地球暖化。對。然後該東西是係因為我那一間就是它比其他間都好睇，係因為該風洞和係該東西佢和以後上啦，佢該間其實冇幾人到，佢其實係做自家嘅。係佢其實係溜起來是自家頭部用嘅，是一聽懂好嘅部嘅，所以好睇見，還有。就從門安營，然後係套房一台間大幾多一號啦，係啊，所以我唔會勉強自家大家仲要1秒前出來，大家仲要樓廚還要器材咯，那個太可怕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係啊。剛才大家有講到吼，比如講到帶熟曬，是要讀到同像樓廚啊，嘛個器材嚟，即個我會帶咩？因為帶到雅思地圖，咩有人講到好嘅經驗，唔講咧。等下轉來，哎，來老太家講，太家會從事的就係錢的問題了，哎，先聊一下了。
我对偏瘦嘅枪里有对龟毛，龜毛古上呢，我就好帶頭房嘅，因為那係帶我一殺人面唔是帶跳台嘅，我要寫雜嘅，係冇錯。我老太甲講，哦，用班票錢，用班票錢，講哦，我高太甲。字裡面有寫好響冇錯，因為我做嚟青島好事，將我老公佢做朋友就會做好事。哦，歡迎觀眾朋友又到轉到 Annie 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了。剛才大家有講到吼，漂浮嘅世界可能會遇到更多生物的可怕的問題。不過你下我先來問大家老潛水相關的問題。我來問大家係吼，你知道假使到台北嘅高起來帶，做得接觸嘅租金嘅一間嘢嘅屋稅係幾多錢？睇大家寫下來了，好。大家唔知你下自台吼嘅租金當貴吼，到台北地度可能假使帶到台北市區，可能一間嘢無翻過橋，可能帶唔起哦。不過可能你後生人冇按多錢嘅時間，都在是得接觸幾多錢哦？你捱起價點樣係捱帶到桃園嘅時間，一間嘢可能4、5千塊就7萬多嘅哦。好，你下看到鏡頭影有寫下來哦。你來看一下。查清楚有2、3人下到1、5塊，沒有人下到0元的。我們等一下，等一下張來問2、3、4動機票咧吼，先來問一下7000塊，然後7500嘅利價，做埋係7500咯。我知道其實屋稅啊，大會下去，不過就環境同些啦，像我自家就中意屋稅較高調嘅。沙皮較好調嘅，按樣做自家住3川人較空間，因為屋稅大啊，你當到錢就我自家去買3川，按樣咩冇貨啊，好錯冇。算唔貨啦。算唔貨，嘿。係噶，動好自家煮東西。係，我係動好自家煮東西，不過我唔會煮。唔會煮。我會煮水煮蛋一樣的東西。幾按都煮東西啊。就當空間啦。唔過幾至於呢？係，其實因為從來那係自家帶冇背嘅時間，我漂泊一定係帶套房啊，因為感覺對套房，因為我唔好帶雅房，係因為我感覺雅房它唔強力。啲偏瘦嘅人唔像下用凍垃圾。我對偏瘦嘅強力有對龜毛。龜毛。古上呢，我就好帶套房嘅，因為那係帶我一殺人面唔是帶跳台嘅，我要寫雜嘅。係冇錯，很做的。唔過有2、3人真係當貼片，做埋係唔蝕錢哦，講佢唔抵唔蝕錢哦，總唔驚嘅哦。我老太甲講，哦，用班票錢，用班票錢，講嚟。哦，我高太甲，係，因為我冇看哦，有青島嘅蜘蛛，我咩驚啊？係，你都點啊？我感覺冇帶係嘛？係啊，我就去所公園，暗號所以因為公園冇蜘蛛啊，公園有小黑呢，蟑螂冇相關。蟑螂係個好朋友，佢係上嚟。啲班友要翻嚟講水木啊，你住嗰個係比公園還較細啊，對吧？跟你做的帶偏手啊？你做點苦偏手所以。你客家天師台偏手青島，你做一套。對啊，客家天師台偏手比公園還他強力。之前韓國懂槍力呢？哦，暗號。跟水妹唔之前。麻煩啊！但槍偏手還有更意見，對嗎？所以懂槍的是他啦，懂裝的是你。你懂車啦，你懂車啦。就係問得關權係唔蝕錢來搞笑的以外哈，你講下有1萬5千個橋嘅，有2、3千。前面的。係啊，有按到咯，有錢人啊，有錢人。按本呢？從家講也帶套房。你阿公咧一天下有牙齒都會開火，叫煮水煮蛋。人家冇 Q 用，人家數碼嘅，人家是有獨立門牌，獨立門牌我有去解欣賞，好講係嘅做下還有天然瓦斯，浴室還有對外窗，你懂充電哦，清哦，我是自己一戶啦，因為我一個家庭嘛，我冇喺老偏人鄉下帶，我去給他獨立一戶安尼。啊，姑說其實安尼獨立一戶1.5元算便宜，算差唔多啦。你下帶到哪片哦？10字啊，10字，出了戲子就冇可能，你可能嗰加5000個元，係差唔多加3000、5000我啦。硬落意呢？唔過韓國以前都反覆嘅遇到懂奇怪嘅事情，係冇。哦，嘅安尼，叫我老嘅屋主先聘吼。
这样是打契约打1年的，好，这1年讲好的假使哦，比论法来讲13500，好，我1年的成本期都替13张嘢，来共用13500非本期，你讲歹势少1000。你講冇啊，這樣子大張嘢就本13500啊，用這樣子嘅這樣子，我呀哈，我今年開始，我加遊戲嘅啦，嘿，我就按算講我要租14500啦，係愛租你就租啦，唔租你就搬走。係啦，係，其實就拉倒嘛。咩？佢生係老嘢問題嘛，佢啲講係按到東西有冇可能以下係細嘅，係有生嘅咧，佢想講我冇可能搬啦。係我先講。佢冇先講。反正我飛過去，其他係講，誒黃先生少1000哦，哎呀，按算我要租14500哦，佢就冇先講好，按屋呢，真係懂。冇你就搬走，這樣是佢講係1禮拜以內冇搬，替2張嘢嘅時間又超過嘅，等於講啊，付佢2個月，還有超過1個禮拜嘅錢，係等於講係就只有6年嘅時間都在扣你，叫我陰錯陽差，按你我去留下咪嗬，讀到一陣，係就看講有人租屋嘅冇，結果讀到一陣然後攞佢 complain 一下，係就打可憐牌講啊，按出來講就好啦，冇嗌咩要件啊，嗌租你好嘅，就點到租嗌較便宜啲嘛。呢度戲院咧，佢租嗌萬一嗌之前嘅係冇包管理費嘅哦，係嗌呀哈佢租嗌萬一係包管理費。佢可能較囂張、較嚴導安尼，又假氣，佢講唔大，乜講嗌又冇用嘅，可能唔會唱嘅笑嘅，可唔可以叫佢落休息？咩嗌再較甜啦，難怪做嚟做業務啦。唔過家下嘅小鳳講到係讀到嘅同屋嘅屋主，唔過有人讀到清好嘅屋主飛起來講一下好冇？同戲院嘅飛起嘅。頭先有講到我嘅風洞機動後生，所以其實讓我理解感情上以後，係因為佢自家有開那個汽車修配廠。所以其實是係當照顧愛你啦，佢有一個他的那個修配廠是當愛你大概佢係3站樓嘅全部都修曬，係佢其實佢個汽車修配廠是都喺順頭，佢愛印象最深嘅是係。每年那個中秋節啊，佢會辦中秋聯歡晚會。朋友太搞會跳下來朋友。其實我要搶所有就是帶到該片嘅好上嘅，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中秋聯歡晚會。佢愛記得是因為佢自家開個汽車修配廠，佢記得愛畢業了，離開美麗和第2年吧，我有老差嘅時陣去搶佢拜託佢讓我辦金。所以佢咪要上嗌好便宜，所以嗌動站。讀到好屋主，雙生意有小好向啦。不過有小好向嘅唔單止係飛錢，自己咪有小好向了。冇錯，因為我做來青島好事，將我老公佢做朋友就會做好事。其實因為我條條講到呀，我係最幸運嘅漂泊人，係因為我太好嘅時間一開始係先熬我嘅阿姊。向下度嘅我輩漂泊，因為太好嘅時節，你嘅學校咪係木插嘅片，你嗌嘅阿姊係正大，嗰時候清泉嘛，嗰時候你就現在他懂嘅中心點，哎呦，向下漂泊，嗰樣時你漂泊嘅時節，其實你完全冇讀到你嘅屋主。平常時你體白讀到係因為記得你去看屋嘅，跟你看哦，做地啊，一張啊。嘅錢用版本件啊。飛啊！用飛款啊！係啊，網購朋友，還有網友就對網友，我是網友 ，ATM 有，對，都後來我研究所嘅時候，學長就是你給片，你中用太好嘅片嘛？真便宜嘛，係唔單止便宜，你沒聽好，你沒聽好，因為台灣中太好嘅片嘅。屋主都係阿姨啊，係阿爸，跟你嘅屋主就係阿姨，跟阿姨係大禮拜一嘅時就會出去一樓等你，你就請求你轉屋卡就啊轉來了啊，根本你所有退號嘛，有動槍係你去我輩教嘅時候，做旅館
地步，跟那个女将一样没。有可能我吃到其中嘅小学生嘅安尼。系啊，哎，孙转来了，孙转你看钱难难的吼。一开始我迄个时期，那都买迄太好上，而去娘太學生啊！我都國色。係啊，唔過除咗家講到拄到好運動以外，自家可能要做一定嘅功課。關於兩篇就有動到嘅秘訣方法，做嚟教大家用班講台木衰，用班來講台喏。好，大師。大家講一下啊，因為哦，我前部嘅時間哦，房東就攞嚟啲，攞嚟講，你係做乜嘅條路啊？冇啦，我啲翕天師啦，翕廣告啦，房東就講，嚇，你係名神係冇？你要踢我爸冇？我就講，係啊，我係名神啊，叫做按好，然後唔好，哦，有名神上來按這個。按這，哎，唔好按你好冇？唔按用好冇？他就是醜到出名。好啦，這都出名。這都有名出彩。按用班按貴咯，俺老房東講，用班同工費唔拉呢？同工費唔拉，唔叫我想你係名聲，用我拿唔準哦。係啊，按用班按貴咯，阿姐按用班按獎咯。俺就攞啲按用講，佢說好啦。大張嘢本年減1000塊，安尼好冇？唔講唔中地管偏年底哦。我就好啦，謝謝。跟住叫我人唔翕相。有翕相啊，係啊，我攞去搶名啊，以前做嚟買，結果冇用結論係啦。乜嘅？結論係我減1000塊。人帥真好嘛，人帥真好，人醜吃草啦。人帥真好。其實關於兩種哦，咩係你可能有時間咩做到用一種寫方法咯，嘅服務可能少個嘅細奶，他可能天然，可能唔會到1000塊按到，可能唔過有時間會讓人上水天啊，嗰啲嘅東西。唔過嘅小鳳有其他嘅方法冇？小鳳有其他經驗冇？所以ช่วงไอ้เที่ยวบ้านไอ้是安尼啦，拼好依家應該幾多錢？但我講幾挨100，因為我講租屋嘅最強嘛，係租到冇錢嘅嘛，你輸唔到錢嘛，係咪冇關係？幾挨租100本你半年，好，你1年咩好，你就檢查200就好，你咩唔是大張嘢去抓鋪誒，係嘛？你就半年看100，安尼200你就給了，安尼算係都得算它便宜的。嘿，結果只有動錢哦，你講夢想愛減幾多錢啊？你講冇一間嘢減一千啊，攞去用。你講減一千做唔得咯，對嘛？一年佢基礎同學一年生意概念等於少收1個月啊。係啊。如果唔係哦，最後又講就減500有啲。如果有減總比冇減好。係啦，咩人嚟想啊？我剛剛有講到啲好風動嘅事情，因為你讀到惡風動，嘅你家都有經驗呢？係，唔係我都有經驗，係我後尾都有經驗。唔係有讀到過？係有讀到，像我自家同學帶我後尾哇下，因為我同學打在古打到動呀，係冇唔錯。有一擺呢就係嘅屋主啊，出動壓茶，因為壓茶呢，其實係上水天，上埋天火啊，要天啊，動到東西，故所啊，佢都唔中意拼人，對到夾不下帶，係，唔講係就條嚟去帶，唔驚嘅啦。誒，你這個咩唔驚死呢？冇，條嚟去帶冇相關。等下我嚟教訓一下。冇相關咯，唔講呢，一係屋主呢。有一擺啊，我就俾佢發現，佢就停定我，勁停，看我啊，上到樣誒，故所我有時候動定唔驚啲喎。就上到按你啊。你可以要真相。你幾看喺這邊喺夾嘅漂浮嘅人係啊，唔講我係說幾貫跳到嘅啦，我就去隔壁大專，佢可能跳嘢冇差轉去，但係硬停係只有成就轉。他以為跳到擺，我細細未做得啊，唔掂嘛。冇保水保天咧，應該冇正差。剛才講到嘅快嘅風動嘅問題，唔止係你家讀到快風動，還有東東因為讀到快風動。等下都轉來過後，係聊一下，乜嘅快風動都帶讀到快風動應用幹啥喏？你先聊一下了。你去水天後買一支矽利康。自家去買個矽利康幾啊啦？係佢講咩好？唔得用水咩好？先可以補起來。佢叫我留電咯，做乜點啊？韓州在用啦。韓幾塊表態雖然爭地講，那一條油料而冇補到誒。一般人接通過存錢嘅嘛，冇錢。兩成嘛，兩成啦。你嘅交通千偏離啊，佢就看佢要現在講嘢。係啊，真係。兩邊最缺係乜嘅？太府公園啊。沒做得啦。
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都转到你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了。家下咧，李家又讲到佢拄到天惡嘅房東都壓晒，嘛嘅有人愛來加帶咩唔限啊，唔過咧。係咪停定啊？老唔講，嘅運勢唔好嘅唔單止唔熱殺，因為嘅嗬從頭到尾都惡嘅人嗬，拄到惡嘅人咩係當正常嘅小風啊。唔好講嘛，個運勢唔好啦。你有講過一句話，都吸引力法則嘛？你看起來就按鼓手讀到惡風動啊。唔係呀，按小面啊，嗰是頭擺讀到嘅。鼓手就頭擺累積下來。頭擺讀到，唔係讀到嘅比佢更加壓差。用班講啦。嗰我住喺個廚房嘅左下，喺陽台外推。喺陽台外推我讀到嘛個情形嘅流水啊，雨棚漏水。喺雨棚漏水我打電話俾佢夾唔相信哦，伊講你要了解門來看。好，我等佢表態水要流水以後，我將錄入來錄起來。你看有表態水呢？係，然後錄起來俾佢看，佢相信了，佢相信以後佢講好，我考慮一下。還會考慮？我哪度叫佢請師傅讓佢漲啲嘛？唔係假英語佢講。你去水天河買一支矽利康，即家去買個矽利康去啦，應該。係佢講咩好？唔流水咩好？先當佢補起來，啊，佢叫我留電哦，我都問點啊？喊白喊做得做啦。喊伊咪表態水，你張地講，那一條有料，你冇補到誒，你張嚟補點啊？食材很鮮誒。佢就係我頭一團講嘅房東，嚟講我辦證，叫人嚟腳多進來點啊？啊，唔是辦嘅人，我冇去人家啦，你就叫用帶電啦，排些。牙都阿伯放錯嘅，係冇睇。後來有讀到好風動嘛？後來就讀到兩街啊，就打可憐牌嘛。有可能年輕有為。房東人好嘛？係人當好，佢也算係木帥，佢含包嘅管理費。係350萬蚊講，要4年嘅啊。後我要買水果、愛慕啊，要後尾帶水果來。係啊，不過我賺要乜嘅廢鐵同時，我嗰陣時要讀到嘅人去廢鐵，佢就很師傅人嚟賺灌人煤那些的。我都想講，叫我13年出幾多錢，你知冇？後來房東人嚟講，其實台灣咧法律有講到，也全部算房東的屋主的財產啊。安尼東西咩吼，也修繕費用全部係房東處理嘅，係唔是人哋出嘅。小鳳家有講到，出來看一下吼，都民法啲都有規定咯，像係民法嘅第423條有規定講，就出租人就係房東啦。啲合約期間，要提供合約地度有記載嘅租賃物。要保持佢做的使用，就係講，假如像家講嘅，捱嘅冷氣費鐵，房東要負責來漲好些來。第二咧，加呢個民法嘅429條有講到，嘅租賃物啦嘅漲啊來漲嘅時間，都契約地度假使無訂定嘅話，就係屋主而自家要付錢。大家看有什麼？冇款式係冇，看下背，看一下，看有什麼兩排就看清楚啊！你講，假使東西廢鐵愛漲，用解釋，做得漲，合約地度有講到，房客愛負擔，就係房客老房東共同來負擔。假使合約地背冇講到，係房客愛負擔，乜人愛負擔？屋主自己愛負擔嘛。假使做唔得漲價，嘅人沒完全壞掉，還是繼續規則廢鐵，用解釋，我買個新嘅。我本來在合約期間，我就年內假使有講到我有冷氣，我嘅冷氣就我就我嘅700年冇冷氣，我嘅採物計喏，就係兩大家愛第二咧，觀眾朋友，你在打開咗時間，聽咗愛記得兩部分，冇本自己嘅權益唔見係，我嘅飛機沒有同樣嘅想法係冇？係，我兩下想到，可是我唔知係按照可修復還是不可修復。我印象中記得是係，頭先記得冷氣廢鐵嘛，我係熱水器。哦，熱水爐。係，記得熱水器，因為記得該片都係用天然氣，所以其實話熱水器有一隻水壓嘅問題。加壓馬達。係，應該係用加壓馬達，因為佢水壓唔辣就唔辣，係佢水是唔會燒嘛。係我嗰種是我有老房東講，唔過佢冇漲。佢只是繞該熱水器嘅溫度調好大，
安个加水较少啦，安尼烧较夹就有烧水。它应该水温是会稍微比较高一点，可是水量是还会冻死。最后还要加压马达油，加水量油拉，安尼烧水免法油。其實老太甲講哈，唔過駕駛咧咩有一個方法吧，一個技巧，就係講，駕駛嗌嘅咧快睇，就得攞其他向下來繩住嘅房客，向下來攞嘅木柱來向下施壓，這是一種方法。佢說，我的這個也壞掉，是不是你這邊的那個熱水器都有這樣子的問題？木柱搶來看一下好冇？可能你就131公，你就說啊，俺冇想要飛到131來漲，可能唔過有331公，就3人成虎哦，就會強了。那最近有發生講，嘅像暑假、7月、8月份、冬夜的時節，叫冷氣快鐵咧，嘅木柱樣板事故就唔漲啊，因此到11月份漲來漲。嘅土按橋嘅時間，咩有人實按嚟講，嗌人帶契約地步，唔要講我包冷氣本嗌，結果嗌最時嘅冷氣嘅時節，快鐵而無人嚟聽漲，等到唔可以得人嚟漲，嘅啲段時間咧木水按用嘅酸，乜有人實按嚟去到區公所嘅都有調解委員會，就講。我呢木水，我那本年我冇感覺啦。你喺盤觀眾朋友一個參考，你假使有問題嘅時候，做得到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度去調解一下。不過講到了主婦嘅時節吼，偏理性咩係動創業嘅哦，嘅飛禽咩飛禽動有想法吼，講到偏理。因為我知道便利性提倡我會考量嘅是係交通遠近的問題，所以我講是親保嘅些，我是。盡量清理好高好圈，所以我嘅大嘅維修理好高，去奧多巴3分鐘就到。係啊，偏離就講到交通就阻塞啊，你家咩唔看？唔錯，像我車係帶頭煙嘛，像我漂嘅屋嘅，像我離嘅上班嘅所在較遠條嘅，按樣衰冇等所以叫啊，我知道一陣係漂泊嘅主要嘅重要性啊。交通嘅鐵點真係動重要啦。尤其係啲車邊站夫權就做得，我知道。嘅小鳳呢，唔知道。偏離嘅問題，佢有下帶哦，像我哋帶地方嚟上班嗬，8點40要打卡，但是睡到8點25，我就8點30，來查，帶奶啊，就帶寫字，帶寫字啊，喺公司上班啲女服，冇，咩啲寫字。哦，啲動橋呢？我講睡到25分哦，跟住下康床下刷牙洗臉啊。恁內差咯，老太爺講佢動歐洲，佢就咪到水就好，嗌面。沒在用啦，意思講，有錢就好。我的路程老幾就要咩3分鐘就到。我講，自己來講。其實像我咩感覺交通嘅便利性係輕鬆嘅，因為像你去高嘅時間，就以前太好一定會早八，係清早，跟早八嘅時間有上嘅時間嘛，係嘛？因為那係冇時間就冇精神讀書啊，係，嗰個時間係輕鬆嘅事情，係，嗰個像嗰樣事，我係老我嘅阿姊向下帶木插嘅片，嘅你先動用嘅，像我去學校嘅片，去叫學員將西站天公差，跟我嘅阿姊都正大嘅人咩差唔多，係，就非常的公平啦，係，都後來呢種太好嘅片啊，學校附近聽眾懂嗬，真嘅學長都要怕便宜，其實唔啲人帶愛片嘛，跟我帶嘅地方啊，就係那係。過一條巷誒，過去就係有錢攞食嘅東西，嗰個食咩輕鬆嘅嘛。像你家講，愛自家煮東西，其實那係要天博誒煮做得咧，天博嘅煮做得，係佢做得煮清淡嘅東西啦。那個老嘅器材做好朋友，你有去買上班？講埋種器材嘅。係啊，你知道偏離性對你有買幫助呢？偏離性情況啊，因為交通跟偏離性要做啲上清楚嘅時間啊，因為我接通過存錢嘅嘛，冇錢，200嘛，200啊！你嘅交通清偏離啊，佢就看佢要去哪，佢就去哪公園。係啊，真係。兩天最近係咪嘅太湖公園啊？沒做得啦，公園沒做得所以我上次沒做得去太湖公園求水啊。冇錢嘅時間，吃飯應該在。吃飯應該在啦，吃飯我就是去朋友嘅
迄朋友该不卡嘛，其实不卡跟你对爱亲厚啊。哦。我名谁来了？我点吃多了就帮你点。先按不调个时间啊，我做得去了，做得去了了。其实阿妹要问爱，是帮忙，他说哇，冇想讲人爱电下上市啦，哦，佢就会抢一些，然后那种所以上一层，你个逼嘛。可能又係有嘅，係冇人講，隔面係冇講，關鍵那樣是二兩，我已經名寫那樣。不過關鍵家有講到咩係一種方式，個面皮較盤嘅人就老朋友來拜託佢哋嚟買一個當好嘅方式。不過你都第一時間可能係會遇到啲注射嘅問題，你等下轉來過來討論一下，到底到我不會第一時間注射應用解釋咯，你先聊一下了。你是個風水師啊，先厲害哦。佢做你看到，你看唔到嘅東西，結果嚟去賭嘅副嘅，去嫖嘅副嘅有賭到冇應該賭到嘅東西。藝一部魔鬼啊！有啱。唔做咩啊？都冇你瞎走誒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轉到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了。剛才有講到哈，最尾有講到，你第一時間有可能會受理嘅一件事情，就做得注射嘛，還有假使做唔得注射，食東西咩係當重嘅一件事情，會去用辦看啊。拿到止於孔融，就是那個大同電鍋，是我永遠的好朋友。歷久不衰。台灣嘅好朋友都係大同嘅天寶嘅，嗰種比人幾行嘅帶定。真勁。係，嗰種應該是係因為出去漂泊，係我阿媽是阿婆，佢是買個，我係記得豐色嘅大同電鍋，凍好用，非常好用，凍鳳片，係記得是到禮拜轉去轉播卡嘅時間，因為嗰種時都 Q 多擺嘛。還有擺在影相、抽籤在影相，然後全部都係食個東西，係都係阿婆讓我準備嘅東西。佢帶轉去是屬啥漂解鍋啦，是有一隻蛇變相嘛。所有嘅東西變落去，愛食嘅直接是一行拿出來，不用落填補，係所以。照先頭啦，暗布頭，我都會自家只係弄簡單嘅東西來試試，好省啊，其實好省啊，很凍就偷偷我不會是，我不會青菜起來。給自己呢，當我不會帶時間食東西用嘅啫。其實我清好食去甲煮嘅東西，我唔好食我買嘅東西，因為我比你厲害好多咧啊，比你厲害，比咧。因為啊，其實像我太好嘅時節，我下課了後呢，已經去了解西湖市場。哦，對，我一定是下課了後就是逛市場，就青春嘅媽媽窮用啦。因為我較唔好生肉，故說我清輕鬆清簡單，就係我去買嘅長白菜。吃了以後抗癌嘛，對不對？再過來青花素，青花素青豆，維生素 C 咩青豆。再過來之後咧買青苔粒嘅 tomato， 係冇？還有呢個玉米買嘅罐頭就做得咧，我就會煮嘅乜嘅番茄炒蛋啊，你看。唔會冇，唔記得耐冇買到啊家下。啊，係動錢咯，動錢。木卡都要 Q 嘅，木卡都大型用品，因為亂較貴，係冇。唔過你做得去嘅市場買嘅一粒嘅。哦，零售的。零售不要買一盒。對，它便宜。用稱的較便宜。呢度亂較細雜，唔講你其實較便宜，將係按細雜適量用就做得咧，係冇。就研細東西咩細。將研究所嘅時候，我咪喺老灰傾向用，就係。天幕真係一厲害嘅，而且這種是我發明自己的菜單。嗰間研究所嘅天幕菜單真勁，我間研究所嘅朋友啊，同學係帶我呢一片，向下來司機哋就講，而做呢個狀態可以買嚟，真勁。哇！跟太同天幕還都係煮三分拉麵的嘛？係啊，沒都在煮麵啊，反正跟外鍋的水你流後。你漢堡還可以選很多天幕料理啊，天幕料理嘅意思啦，太搞一天嘅東西上吧。如果你講到吼煮那個帶我杯嘅時間。還有一個動作嘢，就係屋嘅格局嘅問題。哦。
不过有时间拄到个格局懂奇怪，大开门，你会偏瘦呢？懂奇怪，个理解会唔会拄到懂奇怪格係啊，局？像我家就講，我喺東上嘅漂泊嘅飄飄嘎嘎嘛。係啊，嗰時我又去看嘎有拄到咩問題？我有看過，就有一擺我就記得幾時節看相片啊，就看到偏瘦婷婷嘅面蟲婷婷，冇看到全部的照片上都用誒。唔過啊。一張嘢漲4500，韓國又係套房，都台北，係都台北，依便宜哦。跟你老嘅關權強樣了，係我哋強下啦。冇啦，結果咧，其後呢有一個像是那種玉蓮強用嘅，門係大開門大開落嚟就看到面蟲，玉蓮大開落嚟就會偏瘦。咁奇怪呢？咁奇怪，大公園係嗎？係偏瘦就定係大公園比他好呢。係啊，韓國人有冇看過嘛？嗰什麼羅中羅加蓋烏亞的，嗰時候我知道前木嘅鹽分凍葱油啦。至於呢，是因為有拄到嘅格局懂奇怪。講到鹽分啊，我就係佛系漂泊人。所以馬街都唔又係怪。佛系。鹽分吃鹽後。唔係，將我研究所嘅時節，真嘅其實我除咗命路風有看好嘅，我係真嘅去看嘅哦。不過佢嗰樣是當紅有下，然後呢個好搞清群，跟人去嘅是清驗啲嘛。係，嗰種因為我冇去好多班，我就去嘅市場查嘅嘛。後來呢，我去看了後，我就想，下一擺將來看好咧，我就想去轉台北咧。嘅我轉台北嘅時候，經過嗰種太好側門旁邊就有一間，看起來很酸一間哦，啪啪嘅，算起來看起來清香，應該就動心啊。嘿，動心，應該就呢篇，應該就看嘅哦天飯就打電話給阿姨就過來咧。懂好呢？嘿，講好嗨，應該就上去看，剛才學長們有講到通風嘛，就是對外窗啦。對外窗，我就天天先最順風嘅房間，因為最邊間啦，邊間對，透風又採光又好。喊他睇，嗰時候採光還有乜嘅？通風啊。通風啦，輕鬆嘅。你講我會帶動，因為唔好先嘅邊間有個風水的問題。係真嘅，我知道風水動葱油。唔過有人有風水師哦，風水師嘅朋友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風水師用解釋。我是個風水師啊，請你好喲。佢做你看到，你看唔到嘅東西。有鬼，好，看到一隻鬼。係真嘅，係真嘅啊！你看到個鬼呢？結果嚟，去賭嘅副嘅，去嫖嘅副嘅有賭到，冇應該賭到嘅東西。我一部冇鬼啊！有啊。唔做係咩啊？瞎走結果咧，唔講佢開門開嘅部㗎，就講開門要對到嘅窗門。哦，就門對窗啊。哎，唔好會漏財啊。有一些像穿堂煞類似這種。窗咩都唔得對門。我估數要等人嘅門開門會有屏風咗人，一炸嘅。哦，係啊，記住起碼跟住後來咧，後來用買嘅門簾啊，門梁定製炸墊啊。炸墊那種錢多錢嚟啦，你嚇！跟住用韓國錢多錢嚟。好，矮啲咧，好，我哋下千波咧，仲有錢。飛機咩賭到天到，我眼一身格局冇啦。飛機成功啦，飛機租下，對吧？唔係，我唔係講租客，我唔係講租客，我講就是我大概改建啊，當好大嘛，好翻嘛。咁我幾個缺點是係幾個窗門打開來是係後面嘅防火巷哦，所以個防火巷是到後面就跟後面那一間房子距離很近，係感覺安那種跳誒，是做啲跳高。然後對面鄰舍喊：根本有吃飽冇啊！雖然凍圈啦，係啊，看我個好大，從我通好幾多大嘅。當時像頭先家家講嘅，門打開來從現時話藏到面窗，係，所以好小哦，那種係啊，啱啱知道。嚴重唔對。係。不過家輝佢有講到吼，室友關係好嗎？算一組的。一組的，用辦公。因為大家都
穷版嘛，穷版嘅同學啊，所以我哋從零沙空中啦，我咪話去幾多房間串門子，還幾多咪話來啊，可是幾多嗰種格局，我甚至去到詳細，一開始係從套房。門打開嘅從到明窗，大概走個2、3步就廁所，和廁所有到按小嘅空間地方，都幾多嗰種套房是冇窗門，完全冇窗門，所以係就空氣咪唔好。至於呢？因為講到室友，我真嘅室友真嘅對我以後，像我研究所嘅時候，我對面嘅學姐。一開始入去嘅時候，佢就聽說我種名路。如果講到唔好嘅時候，你嘅學科學院嘅同學應該都親有感觸。就係你嘅大三大夫，會幫你挑啊，對嘛？其實在小沙同接讀到乜嘢，理解沒有佢有問題。真係啊，見有咩感受我做嘅呢？係啊，佢唔驚啊，佢可能係關權女版啊。係講完前期去挑我嘅。有個咧，結果咧叫後來呢？因為真嘅前頭，因為你嘅大三大夫啊，真嘅你去甲洗好，而且甲洗好了後，你就曬到誒曬衣場，就清太乾嘅。故說本人挑嘅時真嘅咩唔掂，不過那係你嘅校服啊，係向下送洗，向下送洗嘅時候係一籃子。提轉來，向下嚟啦，係向下，像我看到家嘅衫褲，我感覺家嘅衫褲較正較好，其實冇流線，全部都係共用嘅，保存都較好，保證講較好啊，嘛嗰種真件話誒，條番出來，真件條番快拿，好緊啊，就仰慕，有的我唔係眼冇黑，我的就是被偷，眼冇挑嘢哦，眼同學出來拿一條誒，像有啲學長嘅呀，佢條好嘅學長嘅，有啲好嘅學姐。校服來做，唔過都係畢業嘅，唔過佢有啲學長學姐都係懂厲害，就會拿嚟做。咁可能係講好嘅，係應該因為講好嘅，有啲係因為人哋嘅練功褲真係清潔啲嘛。係，繼續做咩條？清潔咩？因為可能聽者你唔想去做，所以你去甲買，唔好去甲買嘅練功褲咩做得送洗。嗰種送洗裝嚟了後，可能就唔見睇。非常熱咩上去做較醬嘅，嗰種就要調。現在老師冇冇強用，而家講係仰慕嘅，然後嘅神拿起來。現在係講係啃老那啥嘢，就大家調拿起來，然後佢得，哎，用掉，人家都係仰慕，人家都係老那啥。心態。雖然佢除咗有調衫褲以外，係咪調最聽講嘅乜嘢？沐浴露啦、洗髮精啦，衛生紙，你一開始是講規定大家就愛買，結果有人用退以後就開始用加的，聽1、3人加就有2、3人加，最後咧就變到講1、3人買，結果大家共家用啊，一罐洗內哦，1禮拜就用退，對嘛？反正你最後買洗內一組，你不用到虧嘅地步，你大概20成家快虧嘅就冇誒，你就參加去浴室清就好誒，就剩下那個空罐呢，還不如跳水用過誒，對吧？跳水游用過誒，都奇怪呢。大家都平常時會讀到那種會調東西嘅，實在唔知習慣都在上嘛嘅。佢關鍵知道呢，你有本事調歌嘛？冇呢。調片人嘅，唔值錢啊！你乜件冇買？因為佢就轉調片嘅，轉去看一下嘅關鍵嘅探視處，底部可能就係質疑啊，嘅理架，還有嘅小鳳嘅大衫大褲。觀眾要來看一下吼，你家下又要懂到朋友講到吼，到我要帶嘅時節，可能還要注意一下自己隨身嘅東西，動重要啦。咁今日有老太太講到動作嘅方法，都我要漂浮嘅時節，最重要嘅就係合約嘅打契約嘅時節要看清楚，還有嘅房間嘅相片都相片要看清楚，還有屋主嘅人。最重要嘅，假使遇到好嘅房東，所以送成營銷嘅好向了。基本大家講嘅動作嘅東西，希望做嚟俾大家來參考一下咯。你基本嘅節目就到呢片，希望大家咧下禮拜繼續來收看你嘅後生泰山歌，要把大家講，再來聊聊。